一二三四，人生海海爱看透，通客一个开口。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好，别紧紧来计较二三四，人生短短，暂时照过。有缘才会来做伙，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你也我志在相会。烧酒来干一杯，啉开嘛西，这他妈的莫讲遐尼多。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造给大家的这首呢，这是好久不见的陈百潭和蔡秋凤呢，他们两位合唱的《当天碎红地》。来，我们来看一下歌谱。这首歌是2019年呢3立8点档这个连续剧包括现在片头曲作曲跟作词呢都是好棒棒的郭子仪老师。这下一曲拢就好听够好唱来，我们看一下这首歌 Be My Love。这什么意思？就是最后一个 My Love 我们看到这首歌的调号调号是什么？调就是 A 调 B 调。老师我要升一个调这个这个调号B My Love 那它的调号是 B My Love 呢？有 My 这个字呢麦当劳的小写的 M 的这个字，就表示它是小调歌曲。小调歌曲呢，通常最后一个音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当天公红地，最后一个音通常都是拉同时呢，也告诉我们B My La 就 My La 就是告诉我们是小调，然后呢，你找到 B 的这个音来给大家看一下 B 这个音在哪里底下你找到 B 钢琴上面 B 的这个音弹下去，当当当当当，你要唱什么？要唱拉如果是 B 大调呢它会写1 2 3的1等于 B， 那就表示 B 这个音弹下去，你要唱什么唱哆那这首歌是 B My La B 小调，所以 B 这个音你找到钢琴3个黑键的右边的这个音弹下去唱呢对了，要唱拉。好，来我们回到原谱上面来这个我这样子常常呢介绍给大家呢这个音要唱什么音，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葵花宝典，未来慢慢我会增加呢这个给大家这个学习这个乐理的这个尝试的这个步调那我们下次我会问大家，那 B 麦嘛，如果这样一个 key 是怎么 key？ 我又会用那个葵花宝典来给大家说明大家拭目以待。来，我们现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呢陈百潭先生和蔡秋凤的合唱这两个人久见呢，好久不见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轻快好听俏皮的歌曲。来，拉咪嗦嗦咪瑞咪瑞哆拉拉咪嗦嗦咪瑞咪瑞哆拉，你有看到我的滑鼠在跳动吗？拉一拍一拍呢要下去这个滑鼠往下又拿上来再下去，为什么？因为它有附点拉这个低音的拉我们我怎么知道它低音拉是个6嘛简谱就写成6，它的脚丫子底下是不是点了一个也点？对，有点脚丫子下面拉的底下有点，就表示它是低的。那咪有没有点？没有，而且拉脚丫子底下呢有没有线条？没有，那就表示它是一拍拉是一拍那拉是一拍，那它旁边又点了一点，这个是附点，对不对？那附点呢是前面这个一拍的一半，所以拉呢一拍再加上附点半拍它一半就是半拍嘛，所以拉要唱一拍半。那我们打拍子呢，游标来，这个时候请把你的画面呢用手指头点一下，把它拉大看一下。我们要打拍子呢，拉下去以后又上来，这样才一拍，又再下去拉然后呢拿上来那个这个滑鼠拿上来的这个后面呢要唱咪
啦咪嗦嗦是一拍下去又上来，嗦啊这个嗦咪呢哈，嗦咪嗦一半咪一半，嗦咪哎继续以下类推来，以此类推来，瑞咪瑞哆啦二来，我们速度变快，啦咪嗦嗦咪瑞哆啦，再快一点，啦咪嗦嗦咪瑞哆啦二来。蔡秋凤先来，蔡秋凤唱什么？人生海海爱看头，过一摆来，人生海海爱看头啊，唔通就不要了哈，唔通结一个开口哈，唔通结一个开口来，啦咪嗦。啦咪嗦，这个嗦是一拍哦，啦咪嗦嗦咪瑞哆啦二，人有转音，小小的嗦在上面，要把它带进来，唱歌词，像歌词一下带进来哦，来，人生海爱咪要带进来，海爱看头，过一摆，人生海爱看头二。咪拉嗦瑞咪咪嗦嗦咪，再次咪拉嗦瑞咪咪嗦嗦咪，在咪这里会靠的这个 k 紧诶会靠咪前面半拍啊，后面半拍呢要唱两个音咪嗦，所以要比较快，对不对？咪拉嗦瑞咪咪嗦咪拉嗦瑞咪咪嗦这边嗦咪呢，嗦短嗦咪嗦咪。嗦咪嗦只有1/4拍，咪呢半拍，然后又一个附点，又1/4，所以咪有3/4。这是一个切分音，前短，嗦比较短嘛，两条线比较短，前短后长。来，汤结一个开口，二三再次。当结一个开口，二从同是人生海海爱看头二。当结一个开口，二三四，瑞哆瑞，嗦咪瑞嗦咪，瑞哆瑞，嗦咪瑞嗦咪，来瑞哆瑞，这个转音呢哈。这个嗦咪啊，嗦咪其实这个嗦有3条线嘛，这个其实跟这个咪一样啊，跟前面这个咪一样，是个转音。但是我打歌谱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歌谱这个打谱这个软体呢，它会打好了之后，歌谱都打好，它会弹钢琴给我听，我把它打成这个转音呢哈，那它弹起来没有这个。陈百潭先生唱的这么自然，所以我把它改成3条线，他唱起来呢，钢琴弹起来就跟这个陈百潭先生唱的完全一样，所以我的谱就打成这样啊，这个就是嗦很短啊，嗦咪瑞嗦咪，好来，有时好有时歹，好有时好有时咪瑞有时好有时歹啊。转音要带起来，带进来，免不了。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嗦啦嗦咪瑞停，嗦啦嗦咪瑞停，咪瑞哆啦二三四，嗦啦嗦咪瑞停，咪瑞哆啦二三四。我的瑞有停，对不对？所以这里要断开，请不要连起来，够清爽，打勾勾，和你换气哦，来。好，必紧来听过高二再次，好，必紧来听过高二三，从头人生海爱看头二，汤结一个开口二三四，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好，必紧来。给高2、3、4，这个刚刚呢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啊。何必紧来计较？这句呢就是陈百潭唱的哦。女生唱完，男生唱，过来有个换女生啊了哈。这个是刚刚是主歌1啊，现在呢又变成主歌2了。来啦咪嗦嗦咪瑞咪瑞哆啦
很像呢这个瑞咪瑞哆啦，对不对？将西就鬼，其实就是因为多了一个转音呐，瑞啊多了一个瑞，对不对？按瑞哆啦，哎，我几乎一样，99%一样来，啦咪嗦嗦咪瑞瑞咪瑞哆啦，再一次。啦咪嗦嗦咪瑞瑞咪瑞哆啦，继续咪嗦啦嗦瑞咪咪嗦嗦咪2、3、4，来5N 加这个咪啦，这个多了一个嗦，有没有？嗦瑞咪咪嗦嗦咪有没有啊？一样啊，99%一样。过来咪嗦啦嗦瑞咪咪嗦嗦咪2、3、4，来，我们直接来歌词。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暂时空一口啊，没有什么意思，闭口音啊，来试看卖，暂时过一摆，暂时记得要闭口来，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有缘才会来做伙，2、3、4，有缘才会来做伙，2、3、4，瑞瑞。瑞咪瑞哆咪瑞嗦咪咪瑞咪瑞瑞咪瑞瑞瑞咪瑞哆咪瑞嗦咪咪瑞咪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爱。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搁一摆来，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哎。刚才那个呢，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有缘才会来做伙是蔡秋凤。即马呢，换成摆摊啊，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过来呢，嗦啦嗦咪瑞咪嗦啦2、3、4，你兄我弟在听半拍相会来。嗦啦嗦咪瑞听咪嗦啦2、3、4，你呀我弟在相会2、3、4，你呀我弟在相会2、3、4。有没有发现我每个字都唱的短短的？对，我们要显得它轻快活泼，所以不要太黏啊，不要唱太长，不要唱的绵绵才长长的。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有缘才哎，不要唱这么短啊，唱这么绵绵长长，不要，我们要唱的短。好，来，我们把主歌1跟主歌2连起来，再来接副歌来，1、2、3、4，好，1、2、3、4。人生海海爱看透，通结一个开口2、3、4，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毕竟近来加到2、3、4，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有缘才会来做伙，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你呀我弟在相会2、3，咪嗦啦啦啦啦嗦啦，咪嗦嗦啦啦嗦咪，哎，接下来就副歌了，对不对？咪嗦是后半拍，第4拍1、2、3、4，第4拍的后半拍来1、2、3。咪嗦啦啦啦啦嗦啦，哎，烧酒来干一杯，这是一个用四方形的框框，我把这个歌谱呢拉拉拉框起来，这是一个两头短，哎，怎么说两头短呢？这一个被我框起来，这个有3个音，第一个拉跟第3个拉呢，都两脚底下2条线啊。线越多越短，对不对？哎，两头短，中间只有1条线，是不是比较长？对，这是一个切分音啊。那切分音这个，啦啦啦，我们怎么唱呢？啦啦，好，然后我们看这个谱，用把酒看就在，这2个啦啦要靠哇，要靠近一点，然后呢，对，要停一下下，要长一点点，中间这个拉要长一点，再长后面这个拉，所以我们唱咪嗦啦啦啦啦嗦啦。啦啦啦啦嗦啦，啦啦啦啦嗦啦，这个中间呢，啦啦停一下下，然后拉，好的，咪嗦啦啦啦啦嗦啦，咪嗦嗦啦嗦嗦啦嗦嗦啦嗦嗦，然后停一点点啊，拉，
咪嗦嗦啦啦嗦咪，再一次来从前面来，咪嗦啦啦啦啦嗦啦，咪嗦嗦啦啦嗦咪，再一次咪嗦啦啦啦啦嗦啦，咪嗦嗦啦啦嗦咪。好，我们看歌词啊，烧酒来干一杯啊。啉互伊马西啊，啉互伊马西马西啦，啉互伊嘎嘎茫茫安尼吼，来来，烧酒来干一杯，烧酒来干一杯，烧酒来干一杯，我感觉酒较长无有吼，来烧酒来干一杯。啉互伊马西，啉互伊马西，再从头来，烧酒来干一杯，啉互伊马西，啦啦啦嗦咪咪嗦咪瑞哆瑞尔三四，就都妈的啊，这是日语啦，叫你等一下啦哈，卖公下你下两个音，你一追你要拖长半拍哈，啦啦啦嗦咪咪嗦咪瑞哆瑞，哎，我一下就是代表这个半拍哦，就提醒大家这个要延长半拍，拉长半拍，来啦啦啦嗦咪咪嗦咪瑞哆。瑞二三四，这他妈的卖讲遐尼多，三四烧酒来干一杯。啉互伊马西，就他妈的卖讲遐尼多，三四瑞咪嗦嗦咪瑞，咪嗦嗦嗦咪嗦啦二，瑞咪嗦嗦咪瑞，咪嗦嗦嗦咪嗦啦，点荤单酒体啊，这个要这个喝了酒了哈，等酒退了哈。哈一杯老人茶，哎呀，来一杯老人茶呢哈，来一杯泡一杯这个老人茶来喝啊，棒棒棒棒来，来从这里来点荤单酒的瑞咪嗦嗦咪瑞咪嗦嗦嗦咪嗦啦二点荤单酒的点荤单酒的点荤单酒的老嘿哈。哈，哎，这哈一杯啉茶，咱拢讲哈茶，有没有啊？老这个怎么讲？老台语腔的爱哈一杯老人茶都好啦，吼来点混蛋酒体哈一杯老人茶哈一杯老人茶哈呢，其实气比较多这个哈，哎，这个空气很多。哈，一杯老人茶，茶有转音要带进来，来，就多嘛得来，就多嘛得卖讲遐尼多，三四点滚蛋酒体，哈，一杯老人茶二，嗦嗦嗦咪嗦啦哆来哆啦二三四，嗦嗦嗦咪嗦啦哆来哆啦啦二三四。快快乐乐当地公红的二三四，快快乐乐当地公红的二三四。哎，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里哈烧酒干一杯，啉互伊马西，这个是合唱。然后就女生呢，蔡秋凤就他妈的卖讲遐尼济，过来有个合唱，点婚单酒体哈一杯老人茶，快快乐乐。我们唱到这里之后，剩下陈百潭一个人唱什么？当地公红的二三四，所以这个合唱的顺序呢，请大家要注意那红的的这个帝皇帝的帝的这一个小节呢我们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都要唱那这个第一遍唱完这里之后呢，接下来他要间奏九小节，然后呢九小节之后又从头开始，临星海海爱光头又唱到这里，快快乐乐陈百潭来，当丁公红公红的二三四，好。接下来呢？这个没有，这个只有高帽之一，只有第一遍有，第二遍呢在这里来，当快快乐乐当天公红的二三四，跳这里停停停，咪嗦谁扭？我们去找一下谁扭在哪里？底下
哦，所以这里是副歌对，所以就只好接副歌，接副歌唱第3遍。啊哈，烧酒来干一杯，停啊啉开嘛势，就他妈的莫讲遐尼多，三字点混蛋酒提，停啊哈一杯老人茶，快快乐乐谈天讲红地，2、3、4，停。到这边这样2遍半就唱完了。来。刚才的第1遍我们已经逐字逐句的教唱，我们来唱第2遍，然后呢，要斜扭连第3遍哦。来，从头，1、2、3、4，我把节奏器打开，我们跟着节奏，习惯这个快速度有多快哦。来，1、2、3、4，人生海海爱看头，通铁一个开口，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毕竟近来。加到2、3字，人生开地，暂时就过2。有缘才会来做伙，2、3、4，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你也我伫在相会。啊，烧酒来干一杯，啊，啉互伊嘛势，就他妈的莫讲遐尼多，三字点混蛋酒退，啊，好一杯老人茶，快快乐乐谈天讲红地，2、3、4，1、2、3。啊，烧酒来干一杯，啊，啉互伊嘛势，就他妈的莫讲遐尼多，三字点混蛋酒退，啊哈，一杯老人茶，快快乐乐谈天讲红地，2、3、4，停。唱到这边呢，2遍半就唱完了啊，轻快好听，对不对？这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呢，2019年10月发行的啊，这个3立8点档啊，泡花香的片头曲《当天公红地》这个呢是郭子仪老师作品，蔡秋凤和陈百潭合唱这首歌，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去欣赏一下2位的合唱，再回来学唱，哇哇哇，太棒了哈！和听他们的 MV 呢有伴奏听起来了那个气氛更赞这个再回来学这首歌就会觉得很有 feel。好，今天这首《当天公红地》都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